另外，伫南投县呢，今年开这村里民大会比例是无到1成。即卖为着要来鼓励民众参加这公共事务，县政府是修法来放零经费补助的标准，也甲金额提悬到15万。里民拍扑啊，感谢里长争取改善地方的基础建设。南投县各乡镇市全里民大会建议执行经费补助办法。 超过10年无调整，为将全里长反映人口结构改变，用同性软体也会当直接向全里长申请，较少居民会想要参加全里民大会。尤其补助办法规定的出席率，伫现代实在真好达成。里长拢讲补助看会到，领袂到。医院里就目前有2300几户嘛，7000外人嘛是也无法度啦，出席率啊，你讲1400外人来出席。 事实，阮里办公厅吼嘛无达底啦。100-200个，也种吼偌济，达到卖拍手来达标，伊来开会的人数吼决定迄个成果。听到里长的心声，南投县府会期当中也通过放量全里民大会出席率的补助标准，改组出席户数爱超过2成，也是出席人口数爱超过1成，选一项来计算，按算咧明年初发布实施。那户数的部分是2成吼。 都会使吼，人口数就是1/10，1成都会使吼，都原本的迄个最高的12万吼，来调整到15万。另外，目前的办法规定，全里民大会补助经费上悬12万，而且干那当使用自备公用设备，做小型工程也是公共工程的配合款。为了鼓励地方申请这条钱来开全里民大会，规划甲补助提悬到15万，而且增加补助范围。 经费也会当用来办演习活动，也若针对有里长指出，对着人口数较济里，修改办法了后的出席率也是无好达成。政府也表示会过来研议讨论，记者陈平仪南投报道。